屏东的垦丁有一间5星饭店带游客生态导览，也毋过有民众所发现讲，大人甲囡仔去沙坡掠沙针、架绳啊，质疑讲破坏生态。饭店嘛出面回释咧，国家公园管理处是要求业者要观察得好，唔通掠去交了，影响到生态环境。导览员带队伫沙坡做生态导览，大人囡仔拢摕着手电仔含水桶，透明的水桶内底拢有放大细只的虾，甚至阁有掠架绳啊。毋过饭店人员含带客行为，互张小姐感觉无妥当，有破坏生态的疑虑，就甲影片搭起社群网站，引起足侪民众讨论。一来，当然导览员就讲解，那开始就大家抓，然后大人小孩就追着寄居蟹、追着螃蟹跑。我问了导览员，我说这个是可以抓吗？他说他们会放回去。我们已经有确定有法律规定的嘛。代志发生伫16下暗，垦丁小湾附近的饭店，这个月初5到18有免费野放沙虾生态活动。导览人员一摆带20位游客掠沙坡的毛虾含架绳仔来观察。虽然有民众伫社群表示，伊迄摆活动结束，工作人员确实有参与做伙甲虾放生，但是有掠的动作，就互人感觉无理想。那针对这一次的一个旅客的一个意见反映，那我们也有深刻的做一个检讨。那也希望就是未来我们在做导览体验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部分，能够更加一致性。本处获报以后，立即通知该业者停止上市行为，并改善导览的流程与方法。本处也将检视该活动的内容，如果有违法的行为，将依国家公园法第13条第2款处以新台币3000元。垦管处呼吁民众进行生态观察，应该以卖掠、卖搅扰、卖破坏为基本原则，保护珍贵的生态资源。董事饭店讲，这个活动已经办3档啊，影响社会大众会失的，愿意承担责任。自17开始，导览活动就无搁提供汤仔予民众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